我係想同大家一齊睇下，究竟喺我哋要有一個創新思維嘅之前，我哋有冇睇到我哋係困咗一個乜嘢模式入邊？因為我想帶大家去看一下，在我们去看我们的創新思維之前，我們要看一下自己被一個怎麼樣的情況困住。我好想得到一啲結果，我想得到一些結果，但係我一直都冇。但我一直都沒有。呢個年代選擇比堅持更加重要，這個年代選擇比堅持更加重要。所以如果你退唔到一啲成果嗰度，所以如果你就是創造不了一些成果，你就要去創造啲新嘅思維，用一啲新嘅方法，有一個新嘅方向去鍛鍊。你就需要創造一些新的思維，用一些新的方式去鍛鍊。突破性思維唔係話你聽你要寫出好好嘅劇本，或者諗出一啲好正嘅揾錢或者創造嘅橋子。這個突破性思維，它不是說你要寫出很好的劇本，想出一些很好的這個點子，或者是一些賺錢的方法。你可以從最基本同人講嘢嘅態度，同埋對事情嘅反應開始突破。你可以從最基本的和人說話的態度，以及對事情的反應開始去改變。你需要又係聚沙成塔，一步一步開始。你需要聚沙成塔，一步一步開始。